各位嘉賓，我好榮幸出席今日嘅香港青少年軍檢閱儀式，同大家一齊慶祝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成立10週年。剛才莊嚴嘅升旗儀式，整齊有力嘅步操，充分展現青少年軍成員嘅紀律同埋毅力，亦都俾我哋睇到總會10年內培訓工作嘅豐碩嘅成果。香港青少年軍總會一直都係積極推廣中式步操，培養青少年嘅國家意識同埋團隊精神。過去10年，總會秉承從訓練中磨練意志呢一個宗旨，並且鼓勵佢哋積極參與社會服務，回歸社會，為建設香港、服務國家奠定基礎，全方位支持青少年嘅成長。我期待總會繼續透過多元活動，激勵青年追尋夢想，促進團隊精神同埋成長，並祝願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會務蒸蒸日上，各位身心康泰，事事順利。今日共有6位教官出席，並獲頒授10年長期服務獎章。